后来线来看，这个国防部按算要来推动提升后备战力的专案，那调训的时间要扭长到14天，嘛要为2年调一届，改做1年调一届。但是有检察官真担心，讲国防部的个人资料的爆炸，若是做了无好势，恐惊这个妨害兵野的案件会一个增加真多。国防部讲，目前正咧研究要开放线顶申请，把这个通知单寄到居住地来解决问题。国防部按算要推动提升后备战力的专案，教育调一届1年就要一届，而且时间嘛有较长。不过虽然通知的文书拢交甲复习地，不过真侪人根本就无住伫咧遐，所以收袂到。根据统计，全台地检署1年就要侦办1000多件，包括伊人甲后备军人的妨碍兵役治罪条例案件，超过35%拢真歹认定，真侪人拢得到不起诉的处分，只有15%的理由才会向起诉。啊，若拄到被告死亡，或者是用通缉，甚至是送入的人底，差不多占4成。未来这种案件只会更较多。送达的时候，如果你的管理员有收或你的家人有收的时候，而没有去通知这个实际要受教召的人，这个时候呢？在第一阶段，国防部就会认为说你是不是在故意躲避而不来，所以他这个部分他就会移送这个地检署。过去参详时有人讲要出国，虽然真正有出境，不过只是去机场坐半点钟就又过入境，最后向移送法办判刑2个月，会当1颗罚金6万块。阁有人讲伊破产无所在通大，所以无收到通知。头一届无起诉处分，但是过2年伊又过来一届，所以向判刑4个月，会当1颗罚金12万。我们透过相关的简讯，还有相关的一个电访，也会去尽量通知到教召员本身。国防部今摆咧推动提升后备战力嘅专案，除了希望专案会当顺利成功以外，嘛希望会当降低扰民嘅程度。